另外，伫中华昨时来发生食毒赛车的事故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阁有2个人受伤。这受害者家属表示，代志发生到呾，拢无人来甲回实的。这食毒赛车呢，有影嘛是对这社会已经是真大的负担啊！希望这司法会当还予因一个公道。 中华伫8日透早4点外，一位85年厝姓高的驾驶食毒赛车发生严重的车祸事故，造成2个人死亡、2个人受伤的悲剧。受害者家属表示，拄到这款代志真歹接受，希望司法会当严格处罚。没有都没有，我觉得应该那个加重。当然一定要去严惩啊，不然我一个比较简单的，你今天是在我们这个家庭，那其他家庭呢？他今天被关了，他出来。 那下一个家庭怎么办？谁能保证？没人敢保证。中法官为去年到今，计共发生5件食毒赛车发生严重车祸意外，拢总造成5个人死亡，12个人轻重伤。面对愈来愈接发生食毒赛车的车祸意外，有民间团体指出，肇事者必须替家己的行为负责，但源头的药品、毒品管理防治嘛真要紧。那现在还有很多的。 任何的现在新兴的毒品一直在不断的产生，预防端就是当有虞犯或者他有药酒瘾的初期的症状的时候，我们能给予一个很严密的社会支持系统。 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3月，全国已经查到3223件食毒赛车的案件。警政署指出，目前政府单位嘛正在推动多项的修法，要严格执法，阻止食毒赛车犯罪。民间团体是认为，嘛要介入关怀有烟酒、烟毒的人，建立社会支持网，才会当真正减少悲剧的发生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